各位乡亲平安，欢迎收看今仔日7月31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丹尼。咱先来关心上新的消息。昨昏暗时U12世界杯棒球赛，中华队伫台南对战委内瑞拉，双方是进入延长赛。尾仔中华队是以8分比10分输去，目前的成绩是赢一场输一场。今仔日下分的对手是墨西哥，期待中华队有好的表现。 对手是正强的委内瑞拉，中华队伫咧U12第2场比赛第一局，委内瑞拉手臂发生一变失误，再加上先发的左投手贝坦古特2变投手失误，中华队先摕1分。第3局下半局2个人出局，1、3塁有人，后主局延续攻势，攻出安打，搁摕1分。不过第4局顶半局2个人出局，委内瑞拉的瓦巴拉攻出正面外野2分炮，比数逆平。 第5局顶半局，委内瑞拉趁到中华队又击球失误，米利安攻出超人的3分炮。不过中华队也无伫咧软，第5局下半局开始反攻，搁着出星球加失误攻占1、2垒，郭炳涵攻出适时安打，一局就领2分转来。第6局下半局，简超雄带将士兵带动中华队的攻势，郑宝元伫咧满垒时阵4拍球补上，比数逆平，比赛进入突破僵局制。 突破僵局制时阵，无人出局，1、2垒有人开始拍。中华队换投手陈宇温，虽然球速有到115公里，不过委内瑞拉攻势正强，总共攻出5记安打，伫1局内面就摕5分。第7局下半局，中华队反攻，日本摕个高地球，再加上对手的失误，先领2分转来。1个人出局了后，瓜主将上场打击，对手又发生犯球的失误，中华队搁摕1分。轮到队长陈军时阵，伊攻出游击方向高地球，正济最后的出局数。中华队上面是8比10，2分输球。委内瑞拉甲墨西哥即马伫咧 A 组拢是2连胜，暂时排第1。台湾甲意大利目前战绩拢是1胜1败。 因暗对墨西哥，中华队有袂当输的压力。按算成败，第一战对巴拿马先发左投手5胜伫上场，希望伊当赢球。记者综合报道。咱来关心天气，今仔日中南部会有短暂阵雨，过到了后，北部甲东部嘛要注意会有雷公雨。咱若花莲台东也是要注意高温烧热的天气。咱来看分图。今仔日受到低气压瓦近的影响。 东南部落雨的情形会比昨昏较明显，会落阵雨或者是雷公雨。若过到中部以北，也阁有东部的山区，要注意会有短暂雷公雨。今仔日各地拢是烧温、高温甲烧热的天气。花莲甲台东会有连续出现38度极端高温的机会，都要注意热伤害，唔通着沙。另外，明仔载8日开始，天气会搁较无稳定，有明显对流的发展。 中南部甲东南部，还阁有各区的各地山区，拢可能会向上大雨。啊，到8、5了后，各地才会转做是济云到好天的天气。提醒观众朋友，这几天若是要出门，都要会记哩早护满或者是雨伞。第一家己真有名的火鸡肉饭，最近是限量来供应，因为进口的火鸡卵也阁有鸡仔囝无够的关系，导致咱国内饲火鸡的量减少。 即马饲鸡场是采用配给的制度，减量来供货。因若卖火鸡肉饭的店头，嘛是感觉真无奈。店家才拄啊开门，民众已经徛咧门口等待，要来食家己火鸡肉饭。哦，刚刚来啊。白饭淋着肉汁，佮放着满满的火鸡肉含酸菜。这一碗火鸡肉饭是袂少观光客来到家己一定爱食的好料。不过对7月中旬开始，店家打出公告，限量供应。 7月中的时候，业者就通知我们说，就是有缺货了，就是每个店家用配给的方式，自从以前阮爸爸做甲真啊，我嘛毋捌拄着过讲真啊欠鸡肉。老店经营半世纪，第一遍拄着火鸡肉配给供应，因为火鸡卵含鸡仔囝主要对外国进口到台湾，过来饲鸡仔场饲较大只，佮供应鸡肉互店家来卖。 不过受到美国禽流感影响，产量减少，率来冲击国内火鸡肉的相关业者。我们虽然住台中，可是其实我们小时候是在嘉义，所以这里其实都是家乡的味道。对啊，就会很担心吃不到。那去鸡无不要紧，啊，若买无就较烦恼。业者表示，火鸡肉的来源若是继续供应无够，可能会改用国内鸡肉，不过成本嘛会增加。
嘉义市建设处是表示，业者是惯用每一天现台价码，实在供应的状况会进一步了解，必要时阵会找农委会来协助。记者李秀兰、陈兴坤嘉义报道。各位乡亲，咱做伙来关心今仔日早报的重点。咱先来看《中国时报》，政府为2018年开始推动少子化对策的计划，不过生育率却是一直在降低。商界部讲，政府这个计划方向有点大去，包括无甲结婚的年岁、甲高工时，还佫有厝价贵等等的问题考虑在内。而且这个问题会致使少年人根本就无想要结婚嘛，唔敢生囡仔。再来看《自由时报》。根据上新的调查显示，国年龄层体重相当甲大块的比例，即嘛是愈来愈悬。19岁以上的民众大块的比例是50.7%，另外18岁以下甲65岁以上的体重上轻的比率嘛有增加，尤其是16岁至18岁的青少年，每8个人就有1个人体重上轻。接下来看《联合报》，欧盟疫情爆发到今，累计死亡的人数大概是超过8000人。分析国内致死率高的原因，除了侪岁人染疫了后，大部分是重症，增加治疗的困难度。那专家嘛认为讲，参数 DNA 的比例偏高嘛是原因之一。接下来来关心国内疫情，昨晖是新增加2万外的本土病例，还佫有一个儿童重症，是属于 MIS-C 的个案。另外，台中有一个5岁查甫囡仔，快筛是阳性确诊，食药3天了后症状是有改善，不过伊目睭皮煞是肿起来，佮去病院检查了后才知影讲是生皮蛇。查甫囡仔目睭4颗灰，出现肿起来甲疱疹，目睭皮增加互伊真艰苦。台中这名5岁查甫囡仔因为发烧到病院就诊，确诊着新冠肺炎。伊毋过食药3天了后，症状已经改善，煞佫出现目睭皮肿起来，再次到病院检查，才发现伊是感染着俗称皮蛇这种病毒。疱疹打在眼睛的地方，会直接影响眼角膜，或是影响视神经，就会造成视力的受损。那我们医院收到这个病人之后，就把他收到我们的重症专责病房来，有施打抗病毒药物来治疗。他经过5天的治疗后，就完全恢复。医师表示，着病造成免疫系统下降，诱发带状疱疹。查甫囡仔的皮蛇是生伫面部的3体神经节，除了神经上疼之外，也就是影响视力。好佳在经过治疗已经无大碍。人只要感染过后，会潜伏在我们人体的神经节里面。平时不会有问题，但是当你免疫力变低，或者生活压力大，生活有改变任何状况，身体不是处于正常状况，它就可能复发。医师看病了发现，查甫囡仔3岁时阵特别着过皮蛇。环部同款是伫目睭的4颗灰，医师提起，儿童确诊新冠肺炎了后，家长除了爱注意脑炎、心肌炎等并发症，也爱注意原本的疾病防诱发。记者综合报道。美国总统拜登30做新冠病毒体检的结果是佫一届验出阳性，就算拜登是无任何的症状，不过也是爱隔离。白宫的医师表示，拜登30早起抗原的体检是佫一届验出阳性，不过伊是无感觉无爽快，嘛无出现什么症状，所以就无按算做治疗。不过有考虑佫一届，因为是验出阳性，所以会佫做隔离。拜登第2日7抗原的体检是阴性，所以伊结束隔离，恢复实体上班。伊伫解除隔离的迄一天，有伫白宫的玫瑰园发表谈话。根据初步病毒的基因定序的结果，拜登真有可能是去挖到变种病毒 BA.5。根据 CDC 的指引，拜登会阁隔离至少5天。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29开始访问亚洲的行程，不过伫出发之前，伊还是无讲敢是会来台湾，敢若讲心情是真欢喜。根据外国媒体的报道，已经坐专机出发啦。头一站会去倒一个国家，大家拢真关心。因为咱外交部同款是无评论。I don't ever talk about my travel because, as some of you know, it's a security issue. 可在古早讲到出访的计划，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是毋是访问台湾，正做国际焦点。美国媒体报道，以美国时间29日要展开亚洲行。佩洛西在例行记者会上，伊原是无讲，只是表示对亚太地区的重视，甲太平洋看作是家庭的一部分。也不过交锋倒一寡国家是保密，拢无讲过一句。I'm very excited. Should we go to the countries that you'll be hearing about along the way about how the conversations we have now?
根据媒体报道，佩洛西访问日本、韩国、马来西亚、甲新加坡，台湾是列做暂定行程，是毋是会来充满变数？尤其中国已经多摆来抗议，讲要推出军事行动。正伫台湾访问的日本前防卫大臣众议员石破茂讲，虽然无多评论佩洛西的行程，也过认为中国施压造成区域不安。この地域において不安定、そういうのを増長するような行いは。私はこの地域の平和と安定にとって決して好ましいことだとは考えておりません。個人の感想でございます。根据外国媒体报道，佩洛西斯尼亚议员访问团坐专机已经出发，不过到这个为止，拢还无到头一个访问国的消息。行政院长苏贞昌表示，欢迎国际朋友来访。外交部是搁再讲无评论。记者综合报道。接着咱来看在地消息，高雄市大南部迁村的案件。昨昏是举行第3届说明会，高雄市府新增加4项利多，要来争取更较侪共识。但其嘛表示，找部长甲行政院若是拢无法度，就会来找总统。不过居民也是感觉真烦恼。大南部迁村第3摆说明会，迁村自救会成员伫场外来抗议，要求用专案特别法解决这个问题，反对强制来征收。大南部迁村啊，遐尔大。我有权利要求专案特别来迁村的。反对民众集合来抗议，甲贵安的警察对峙，双方是杀来杀去。对着民众质疑的声音，高雄市长陈其迈有准备而来，提出新的有利的消息，搁再表示有共识才会迁村，会一层一层争取去，替民众争取权益。部长若做袂到，无够钱的，搁爱需要行政院的，我就找行政院长。行政院长若无法度做主的，我就找总统。总是一定要甲咱大南部的乡亲照顾好者。经济部长王美花亲身来参加第3摆说明会，高雄市府新增加4项福利，包含土地用地来提升、农地换租地、红皮头渔船全部收买、甲新区活动中心以及文化馆，希望争取更加侪认同。也个民众依然是袂放心。若无土地、无财产的啦吼。啊！我这部长啦，欢迎花贵遐好囝哦。我甲你讲啦，花贵遐做翕者。产业创新条例搞8000村，8000村就是讲谁价购，全价都不准依法征收。国民党市长参选人郭志温进前夜亲访大南部了解状况，早起无参加说明会，事前立法院长王金平陪同参拜路德天后宫。应该给大林埔的居民一个很好的一个交代，希望他们是欢喜迁村，而不是被迫哀怨的离开自己的家乡。有关2万多人居住权益的大南部迁村案，安怎处理上大共识，也成做年底选举的焦点之一。记者综合报道。针对大型重型机车开启立国道的诉求，交通部长王国材表示，目前也无适合。不过，提升100cc奥多麦路权是会当来讨论的。安全驾驶最有型，赞！交通部参内政部29伫交通部召开记者会，宣导卖超速、卖逼车、卖无照驾驶等等赛车的观念甲规定。不过会后，路权团体伫外口抗议，批评交通部的政策。记者会的内容，我们认为没有达到这个促进交通安全环境更好的一个实质的意义。民间团体认为，禁止奥多麦驶伫内侧车道、强制2段式道或等等现行交通规定，这是真侪时阵路上车辆路线相交、车流混乱的主要原因。国际上大多通用左转靠左、右转靠右车向分流的概念。那在日本啊，只有少数的经营机车啊，或是慢车2段式左转，而且它的慢车是低于50cc 的。台湾的机车已经1400万辆。我发现很多路段它是机车都大于汽车，在整个动线上的安排，对于机车的安全是有帮助的。内侧车道的快车道可以周易放宽。另外，民间团体批评2021年立法院就3读通过550cc 以上的大型重型机车行国道，不过到达已经超过10档，也是无开放。是60%以上都反对了，包括秩序，还包括一些行为目前还没有达到我们的标准。国外的一些研究或者是国外的实际经历，其实都在证明高速公路开放这个相对弱势的摩托车去行驶，
它其实是相对安全的。王国才表示，开放国度目前也无适合，不过亲像去年9月开始试办大型重型机车加塑化剂，在安全考量之下，伊表示支持。另外，交通部也讲，50cc 以上的普通重型机车加塑化剂目前等咧建议。记者郭文祥随台北报道。有研究指出，在灾害发生的时阵，第一时间民众若是会当靠家己的力量自救，或者是互相帮助，就会当较有机会甲大部分的人拢救出来。淡水区公所今年针对淡水旧街迄块地啊，加强训练在地里民，加做防灾师，希望会当提升社区的安全，嘛保护去遐佚佗的游客。灾害发生的时，淡水好友乡内的马祖新乡安怎来保护？淡水区伫2个月总共800个课程，要培养老家街区的里面加做防灾师，希望伫发生灾害，救灾人员也未到进前，会使先自救。外远的所在，咱就爱去甲人动起来。电击器的使用啦 ，CPR 啦，吼，啊个噎到的时要怎啊急救安尼。因有体验以后，家己就知讲伊家己的责任在对搭。哦，这个所在啊，全部这块吼，就是咱来疏散咱这游客的所在。区公所计将招40个里民来上课，9月时佫会去市政府消防局受训练，正式摕到证照。望透过这种方式增加老家街区的安全，唔但保护里民，也保护来老家佚佗的游客。一个灾害发生的时阵，咱家己救家己是占10成，啊，别人来救占2成，包括政府啦，包括这单位来救的占1成了。互咱防灾士分布咱各个社区、各个里，会当足紧的就来救灾。他们平常都在这一带生活，如果说周遭有什么风吹草动，或是有什么可能的灾害，他们受过训练，他们的警觉性跟之前都不一样了。区公所表示，过去就咧推测相关计划，今年是针对老街商业区搁再加强，未来也会继续推广，豆豆增加里面防灾师的数量。记者郭文祥随新北报道。带观众朋友来看，伫美国的纽约州，真正捌因为新冠疫情封城一段时间。有一个艺术家伫咧封城的期间，伫引导做布鲁克林街区的模型，甲引导变做是模型的博物馆，唔但展现出伊艺术的专才，而且嘛反映出社会事。无偌大间的公园头前，有人坐伫咧椅仔顶开讲，有人骑脚踏车要出去耍。另外一边是通往地铁的楼梯。一寡做甲正成的人甲建筑物，拢是纽约艺术家齐纳德伫居家防疫期间，以美国纽约布鲁克林做主题做的模型。While I was on lockdown, was I going to sit on the couch and watch television and drink some beers until this was over? Or was I going to get creative? Didn't turn on the television other than the news, of course, but I decided to learn more and get deeper into my art. 无得人学家己研究的齐纳德，真有艺术天赋。伊伫曼哈顿的巴纳德学院做了几10年，无接受过正规的培训课程，只敢伫咧学院内面，甲纽约国际摄影中心上过几节翕相的课，就开始做摄影的工作。作品也搁互国家地理杂志出版过。4年前，伊开始制作3D 立体模型，并且伫咧 YouTube 顶头学习相关的技术。用伊大成长的城市纽约做拿图，制作真侪人记忆中的模型，也用模型反映真侪社会时事。Urban New York Street here, and this was during the election of Trump. And I was so worried that we might get him elected again. And how can we keep America great when you see the bottom and you see the homeless, you see the poor? 齐纳德的作品已经甲引导变做一个迷你街景模型的博物馆，伫遮会当看到纽约市布鲁克林区的缩影。对于作品描述的事实，会当进一步思考社会上发生的各种问题。公司新闻陈思彤编辑。伫英国的皇家食物园，因的研究人员最近伫咧食物科学期刊内底发表一篇文章。内底有讲到威尔斯王妃温室发现真大王莲，这是莲花的一种。伊的一个叶啊会当有甲3公尺遐尔宽，顶悬会当坐2个人，去用合作是托里维亚王莲。
在热天搁到上年火的时阵，英国皇家事务园区园的威尔斯王火运势，今年特别有看头，因为这是全世界唯一用一摆欣赏3种大王莲的地点。大王莲是莲花体积上大的，事务界一直认为只有亚马逊王莲、克鲁兹王莲这2种品种。区园早地一般讲一年设莲花节的时阵，都为南美收藏一批大王莲。啊，毋过区园的莲花专家所以伫感觉，甲已经知影2个王莲品种有点无共款。玻利维亚国家事务标本馆就寄来身份存疑的大王莲种子。区园的研究人员甲甲其他2种王莲斗阵培育比较，搁做 DNA 分析。结果，伊正是一个全新的品种，因为伊是生长伫玻利维亚亚马逊河流域，所以就被号名叫做玻利维亚王莲。There is a new species on the genus Victoria, which is a very famous and iconic plant, if you like. It's one of the botanical wonders of the world. You know, if I had to choose one of the most marvelous herbaceous plants out there, Victoria probably will pop up to mind. 科学家用缩时摄影记录玻利维亚王莲惊人的成长速度，伊上大用发甲直径3公尺宽的大圆盘，用一是2个大人的体重，几啊层花瓣组成的花蕊，差不多有20到20公分宽。色水未开的时阵呢，深粉红色，慢慢加做加浅的粉红色。So it goes from the size of a pea-sized seed, about a centimetre across, and it becomes this monster within the space of 3 or 4 months. You know, it's quite incredible. 研究人员指出，莲花是地球上上古老的开花植物之一。玻利维亚王莲甲克鲁兹王莲关系上近，按过100万年前发生变化，互朝向无共款的方向演化，有无共款的面貌。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天气报你知，今仔日中南部的雨会较明显，过到了后，北部甲东部嘛要注意会有雷公雨。明仔拜一开始，天气会搁较无稳定。要注意，可能会向上大雨。咱做回来看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6度；中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5度；南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5度；东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4度。咱来看外岛地区，上低26度，上悬34度。还有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丹妮，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